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一个伫桃园机场工作的查某囡仔。指挥中心指出，9月20以后暂时无要降级。台北市长高文地宣称讲，8档内底要起5万户的社会主体，也毋过今仔说讲，佮继续起落去，会甲债务留互子孙。邮局今仔表示，10月12月开始发作本的5倍券，10月初时开放透过电话也是网络预约时间来领券。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一个伫桃园机场工作20多岁的女性，伊的 CT 值录只有14尔，病毒量是真悬。目前已经考出45个接触者，各有4个境外病例，无人死亡。指挥官陈市长嘛讲哦，咱国内最近因为有烧话的事件，所以9月20以后境界无要降级，也毋过会豆豆仔来放灵讲，望讲大家会当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确定病例有本土病例1名，境外移入4名，没有死亡个案。那这名个案是属于桃园市，是桃园市的个案。她在20多岁的女性，那9月12号出现轻微的流鼻水、头晕等症状。那因为她是在我们的工作单位有要求是有例行性的一个筛检，所以9月14日因工作需求的筛检，那今日确诊。那卫生单位已经匡列家庭及工作接触者45人，列为居家隔离那相关的疫调持续在进行中。在幼儿园的部分，目前并没有新增的案例那渐趋稳定我们希望这一波疫情能够被控制住。疫苗接口的人口涵盖率是48.79%。那目前因为这连续几件的一个群聚的事件所以在9月20大概没有做降级的打算。那不过让生活能够恢复更多的正常化，那这个是有在做相关的准备。这个在排程上面那大概应该是会有疫苗会进来那等到确定了我再跟大家来报告。来看第二塔变种病毒伫真侪国家看咱台湾嘛有疫情。有感染科医师是建议讲，若是莫德纳疫苗一直无个进货，指挥中心会当来考虑讲 BNT 疫苗先开放予60岁以上的时段做第2剂。另外，过来今仔开始第8轮的公费疫苗注射，是以第2剂 AZ 疫苗为主。透早主疫苗站就来真侪聚会人，因坐几排有医师社交距离，听候护理师来甲因注射。这届公费疫苗注射的对象，主要是以第1档 AZ 注了满10礼拜以上，要来注第2档 AZ 的民众为主。未少聚会人是伫6月底注第1档，因真欢喜讲，总算等着要注第2档啊。第1剂等到接种序号吗？对。对。有一点放心啊，对啊，会放心一点。这个注射的对象嘛，包括7月19进前有做意愿登记满18岁至22岁的民众。虽然 BNT 疫苗嘛，伫要开始注啊，不过也是有少年人感觉讲，先注到疫苗较要紧，所以因早就预约要注 AZ 啊。因为想说有疫苗就先预约，然后 AZ 比较早开放预约。国内念书，会不会选在开学前来？对。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第8轮符合预约资格的民众，计共有113万人。接落来第9轮公费疫苗会提供 BNT 甲高端疫苗，也若莫德纳疫苗一直还未送到位，国内差不多有197万人，还阁伫咧等第2档。感染科的医师建议讲，疫苗若无够价，会当考虑先拨 BNT， 予已经注莫德纳的聚会人来注。我们就应该留一些疫苗给60岁到80岁的人打。那其他的呢，才给其他年龄层，比如说青少年啊，19到22岁。因为不管怎么样呢，得病以后呢，还是这一群60到80岁这一群人是最容易重症跟住院。那这一群人保护起来呢，对今年冬天是非常重要。医师分析，面对变种病毒伫咧炭烧，国际上的经验是，注过第2档了后，都可能会去画着何况是注第1档咧。所以建议高风险的高龄族群，都要赶紧注第2档以外，因为 Delta 病毒恐惊还阁伫咧社区内底有几条隐形的传播链，建议嘛应该要加强社区的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部7县市做伙成立的中台湾地理平台，今年已经第3档了。今仔伫南投县政府开防疫会议，最近因为疫情嘛宣布讲要来成立跨县市的卫生安全组，7个县市会针对防疫甲食品安全有如何侪合作。联手防疫，守护
立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甲嘉义7个县市的首长同齐宣布讲，已经运作到第3档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连接爱搁较密，即马也要成立卫生安全组，针对防疫甲食品安全来合作。从我们这个白牌司机到水果链、宗教链，或者说是万华家族史，那就是很快的就把整个的疫情给平息下来哈。在防疫期间，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通报、互相合作、互调度资源、互相来防疫，所以成效良好。分享防疫的资讯，还有下县市的疫调，7个县市长也向指挥中心呼吁讲，即马疫苗的注射率较低，希望政府积极买疫苗，提升全民的保护力。像我们南投县现在打的普及率只有40%，换句话还有60%没有打到疫苗，所以我们7县市在这边呼吁中央尽快的能够买得到疫苗的，尽快的来买。疫苗不够，事实上，我要跟各位报告，我的苗栗县覆盖率也只有到48.56%。中央 CDC 好好的为我们百姓苍生来加把劲。根据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统计，对2019年成立到今，计共推动58件合作案，执行的达成率有86.2%，议题包含粪扫处理、中会减少涂炭、农产品排斥等等。不过，南投甲苗栗的县长也要结束任期，这个平台敢会当继续运作，也引发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高培长即要发落，各县市地方政府拢拍算要提供民众另外优待。花莲县秀林乡的代表会就建议公所发予全乡15000个人，一个人2000块，也是5000块的纾困金预算就爱1亿外。秀林乡因为有台年、阿年这企业回馈金所以目前是有的考虑。从进入疫情警戒开始，秀林乡的街仔路就变甲冷冷清清，毋但店头生理规个土，济民众嘛拢无头路，所以乡大会拢总11个代表建议公所发予全乡的乡民，一个人2000块至5000块的纾困金。因为疫情关系都没有工作嘛，如果这样发放也可以振兴经济，然后再来说一些低收入户甚至没有工作的人，可以缓和他们的经济来源。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现在都还在怀疑中，大家每一个人都在说，有那个纾困金多少这样子，可是这个都还没有定，也不知道。其实秀林乡旧年才发予每一个乡民一个人2000块的纾困金，今年要搁增加，拢总有15000人，乡家就该加支出1亿外。公所是真欢喜看到这个提案，不过嘛烦恼会影响其他的财政。去年拿到2000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帮助蛮大的？没有感觉，但是太少了，有一点。最重要是我们的财源到底能够支应到多少，但是以不影响整个既定的一个计划跟所有规划的一些方向为主，所以现在还在研议中。公所强调讲，10月份就要提案送到代表会，会看预算的情形来决定要发偌济纾困金，上紧明年1月份就会拨落来。花莲13个乡镇，目前敢若有秀林乡，因为有台年、阿年的企业回馈金，所以才有法度来编相关的纾困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开始，校园的 BNT 疫苗就要开始注入。那所有疫苗各有剩，会先向学校的教职人员有医生证明讲，因无适合注其他疫苗的人，带先来注哦。新北市幼儿园的群组感染已经有转好，新北市嘛应该对明仔载开始会来开放餐厅，会当用餐咯。台北市75岁以上第2期 AZ 疫苗第一工资报道率真悬，13万名的老大人20进前应注完，涉及台北市无有约35000外岁老大人，一直20至到255天来注，另外无涉及台北市的5500外岁开放电话登记。下礼拜校园 BNT 疫苗要开始注。目前收回校园注射意愿书只有93.8%同意，无交回无表达意愿的有4.8%。台北市成人比率有点悬。如果说1、2、3类都没有了，那其实来负责接种的责任的医院都在附近而已嘛，所以第4优先就是让责任医院把这个疫苗带回院里面去做接种。反正最高的原则就是不要浪费了任何一剂的疫苗。另外，针剂注的顺序，
后来国职员有医生证明无适合做其他疫苗的人第一优先。最悬的原则就是莫浪费疫苗。新北幼儿园群组感染拓到社区甲桃园，目前有32人确诊。为因应调查疫情，新北禁止餐厅内容到15。即卖疫情若转好，是毋是重新开放餐厅内容？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开会讨论了后会正式公布。我们的疫情相对的稳定，不过到底未来在稳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把防疫做到更落实？今天等一下我们会在开会做一个讨论，讨论以后，我今天下午会正式对外来做一个公布。侯友宜强调，疫情目前看起是稳定，除了少数居家隔离阴转阳，大部分拢稳稳往好的方向咧行。是毋是开放餐厅内容甲公有场馆，15下晡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日一场论坛讲到社会主体哦，伊讲若是阁继续起落去，恐惊会甲债务留互子孙。也毋过，因为郭市长伫选举的时发出讲，伊要伫8档内底哦起5万户的社会主体，后来求水哦讲4档内至少2万户。即卖伊即前6档外咯，敢若起18000外户。即卖又阁讲社会主体的政策要暂停，引起真侪批评。差不多6年的时间到现在嘛，哇，一路猛盖，你知道吗 ？It's time to stop and think， 停看停了，就停着就休着。我认为目前我们的社会住宅如果再一路盖下去，怕会再留子孙呢。要发出8年要起5万户社会主体选举政见的台北市长郭文体，伫2021基础正义2.0论坛讲这的话，互大家拢惊到。伊强调，佮起落会惊会甲债务留互子孙，因此要暂停起社会主体。佮讲目前台北市已经起18000户，而且针对设计营运管理的疏失要进行检讨，引发哪里7亿元拢咧批评。如果未来有人继续盖，难道就像柯文哲讲的吗？就是再留子孙吗？我觉得这太讽刺了所以他从头到尾，从现在来解释他根本就是个大骗子。如果是政府突然发现怕再留子孙，而且要停建社宅的话，那就表示过去6年来，市政府除了闷头盖社宅之外，完全欠缺整体宏观的滚动式检讨。为8年5万户到4年2万户，郭文体即近6年以来，台北市社会主体即马起18000户，目标一直减落来，即马阁划停，难免互人质疑北市府强调的基础正义伫底。副市长蔡炳坤指出，是豆豆仔咧修正，毋是无要起。我们是在滚动式的做修正，不是要停盖，它是基于永续的一个经营、永续的发展。甚至我们最近也在思考一个议题，就是说，怎么样把民间的力量带进来。看到政府资源佮能力有限，都发局拍算要加入民间的力量来提升起主体效率，希望社会主体政策会当继续落去。不过，无论社会主体政策如何调整，外界希望的也是基础正义如何互彻底执行。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咱来看今年的汉光演习，上重要演练就是要来试用屏东的佳冬战备跑道。透早6点30分哦，国军的主力战机 IDF 建国号 F-16V 换上2000哦，拢成功完成起降，达成任务。国军目前伫全台湾嘛已经有5条战备跑道咯。50尺，飞行员带杆，战机出兵。顺利飞机降落来。IDF 建国号战斗机伫15透早6点半成功降落，这是今年汉光37号演习上大的出头戏。战机头一遍来降落伫屏东的佳冬战备道，这算是国军的新里程。50尺，飞行员带杆，战机出兵。国军的主力战机 F-16V 换上2000架 E-2K 预警机嘛率咧降落伫战备道。伫遮加油演练了后，伫透早7点，再飞起来，这嘛代表国军来到这个全台有5条战备道的验证。面对中共的飞行机一直咧扰乱咱西南的空域，国军模拟敌军实施空中演习，致使机场的这个跑道有受损。3大主力的战机甲预警机各甲转系伫迄战备跑道来执行保弹保油的作业，甲搁来升空。总统蔡英文嘛来到现场咧看，除了听简报，嘛甲战斗机驾驶热手来致意。
台湾建鼻跑道分做高速公路甲省道，也若嘉东建鼻跑道是全国唯一的一条省道。其实伫10年前，国军规划要伫遮演练，毋过拄着大雨，造成这个路面有较骨。为了要避免讲战机降落时阵会抓去，起降的任务就改做马后饲鸡来冲场。可能滞空时间大概在2个小时以内的，像 FCK-1经国战机幻象，或者说 F-16这种单发动机或双发动机的这个战术战机，他们对于这种战备道的需求，其实远高于大型机，像鹰眼预警机啦或者是像 P3板捷机跟132动运输机的。特别注意的是，今年嘉东建鼻跑道实施操演进程，伫个透早有落雨，战机伫个起降过爱真有技术。战机伫蔡总统甲管制区外民众共同来见证，顺利来达成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五倍券特别发落，邮局今仔嘛开记者会，指出讲因今年嘛来协助发放哦，也毋过因为疫情爱先预约才通领券。另外，邮局嘛犹太活动来鼓励民众用邮局的卡片来把所谓五倍券。去年模式，我们在开始发放以后的第一个周六，也就是10月16号，跟第二个周六，10月23号。除了原来已经有营业半天的282个支局它都可以领券以外呢，把平常没有营业的周六没有营业的支局也都开放。邮局宣布讲，10月12要开始来发作本券哦，民众爱伫10月初4透过电话也是网络预约时间来领券，一直到11月初哦，邮局才会开放无预约民众现场来领。若使用邮局的卡片来把所谓券哦，阁有机会使抽到百货公司的礼券。再来看越南有非洲伫这病毒的猪肉制品走私来台湾，农委会9月份禁止用喷饲猪1个月哦，目前已经是无传出去，所以农委会嘛宣布讲，10月初1开始，饲200只猪以上的饲猪场会当恢复用喷来饲猪，也毋过200只以下的饲猪场哦，会全面来辅导因转型还是退场。为着要避免非洲猪这阳性的猪肉制品流入饲猪场，造成病毒入侵，农委会宣布9月1号到30号禁止喷饲猪，到昨为止有27场违法使用喷。大概我们目前查获的案场，大概还是以199头以下的猪场为主。农委会指出，为9月6号以后，违法的猪肉制品已经无验出非洲猪这阳性的案例，所以决定9月30号暂停喷饲猪的政策期满了后，饲200只以上的饲猪场会当恢复使用喷，但199只以下的维持暂停使用，会辅导转型改用饲料或者是退场。我们要从最高的风险去把它切掉。中华民国饲猪协会嘛是希望禁用喷的政策延续落去，但是嘛袂当无顾到部分饲猪业者的需求。县市政府能够尽快设置这个共同处理中心，这样才有办法一并解决这个所谓的厨余不要直接进到养猪场。饲199只以下饲猪场10月1号开始，由原禁止喷饲猪，会当改用饲料，或者是扩大到200只以上。若选择退场，是会当领到史上上好的奖励金。记者林曾志成 SNG 小组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哦，欧洲国家若立陶宛在其中国家小挺咱台湾，瑞士的国会嘛通过改善甲台湾关系的议案，希望甲台湾会使有愈较侪合作。有部分对台湾真友善的美国众议员，除了支持咱的代表处改名，嘛呼吁 AIT 美国在台协会会当升格处长升做大使。欧洲最近对台湾友好力道咧增强，真侪国家拢表态支持台湾。瑞士国会下期天14关票通过改善甲台湾关系议案，了后交由瑞士联邦委员会提交报告，具体列出伫经贸、政治、科学甲文化领域，介因甲台湾慢慢加深关系方式。瑞士议员瓦尔德表示，台湾是一个会甲瑞士共享民主人权甲自由经济价值观的友伴，呼吁政府爱甲台湾加强往来。他们更向瑞士的联邦政府提出多项的政策建议，外交部表达高度的欢迎跟感谢。瑞士国会顶一摆通过友台议案是伫2007年，要求联邦政府支持将台湾纳入全球卫生体系。外交部表示，台瑞双方会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领域，强化互惠互利。不止欧洲，最近外国媒体报道，美国考虑将台湾驻美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引起中国强烈不满。美国友台众议员夏坡伫活动顶悬是正支持，佮认为 AIT 处长位阶应该佮升级。
would elevate that more to the stature of an ambassador. So yes, those things are going to tweak or rile up the PRC.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what else is new? Everything that we do that in any way gives credibility to Taiwan, they're going to take offense to it. 这个议题出来了，那美国国会议员也表态说，希望其他的国家也开始做，那变成是把球又丢回给我们，就变成我们要再去动员一些就是友好的国家。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认为，讨论改名无任何危险，不过应该通盘考虑，慢慢来。明就美国政府的决定，希望应该其他理念同款的国家慢慢来讲看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友邦海地的总统摩伊士，从暗杀到达，阁还未查出真相。也毋过海地排头位的检察官克劳德认为讲，新任的总理亨利甲暗杀案有关系，将要求法官起诉亨利。今仔总统亨利就甲克劳德死头路啊！因为两通较互嫌犯的电话，海地总理亨利总管不到2个月就拄到大麻烦。不过，即马亨利家己将问题初步化解，也就是开除首席检察官克劳德。克劳德为顶礼拜讲，请亨利出面澄清涉嫌参加已经过身的总统摩伊士谋杀案。到即礼拜写2张批，分别互法院表示有充足因素甲正当性，应支持起诉亨利，甲互移民局推定涉嫌谋杀总统情节重大，要求对亨利限制出境。根据了解，伊伫7月7日，摩伊士被暗杀了后几点钟，甲涉案而且被通缉的司法部反贪腐部门前官员巴迪奥2摆联络，通话时间有7分钟。迄时阵，巴迪奥手机被追踪出现伫摩伊士徛家附近。克劳德强调，顶个月有政府官员伫推特答文表示，亨利毋捌甲巴迪奥讲过话，甲通联记录有明显出入。亨利知影被要求到庭应讯，批评根本是转移焦点。如今克劳德被开除，向家换来更较侪疑问，到底是什么人杀死摩伊士？确实是海地规模7.2地震满1个月，到即马依然有真侪居民去倒去的厝咧惊大。事实上，灾难发生进前，海地食物医疗已经正欠缺，有1/3的居民3顿拢食袂饱，13万的囡仔营养不良。地当互这个美洲上产车国家情势更较害，目前确实死亡人数也无清楚，初步估算是2200到2500人之间，超过150个医疗机构拢损害，28个所在完全袂当运作，有15万栋的厝倒去，65万人需要援助。公司新闻恩混玲编译。罗西亚的总统普廷因为身躯边有真侪正重要的官员去挖着病，普廷展开使用家己隔离。普廷嘛讲这拄好会使来看因家己研发的疫苗效果是安怎。罗西亚的官方嘛强调讲，普廷的健康绝对无问题。下个月7日要过69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普廷在隔离当中已经做过2剂因家己研发的史普尼克疫苗，透过视讯说明家己情形。Связано это с тем, что в моем самом близком окруж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заболели. И один из эти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это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работает со мной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близости, он был вакцинирован, у него титры упали, но он ревакцинировался,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поздновато. Я накануне общался с ним целый день, очень близко,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го дня. 克里姆林宫表示，普廷体检阴性，佢讲伊绝对健康。伊伫隔离前一天有真侪行程，甚至伫接见帕文国手时，讲家己特别隔离了，因为身躯边有真侪人破病。迄个时阵，幕僚对外表示，普廷只是凊彩讲讲的，第一天佫坚持无人有健康上的问题。Э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 реально сработает на практике спутник V, потому что титры у меня, так по общим данны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сокие. 为形容阿富汗情势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普廷原定即礼拜去塔吉克参加会议，即马取消行程改做视讯。伊平常时真少挂喙安13家去年总统阿塞德伫克里姆林宫会面，两人搁斗阵翕相。公司新闻恩混玲编译。再来看新竹县江浙乡高台山，最近有人爬山失踪哦。一个桃园市30多岁查甫人，伫9月11甲朋友做伙去爬山，后来煞等无人。伊的朋友是提出37万的奖金，望讲哦，有人斗相共来找人。
严格搜救人员是表示，因为前一站风台佮落大雨，目前各大线的状况是无介好，有想要去救人，嘛是爱真少来评估。隔天就是台风天刚来，而且到了10点多以后就下了非常大的雨，那会造成很多的足迹、很多的线索都有可能因为这场大雨，然后就让我们搜寻不到，然后造成我们的搜索的困难。咱再来看台南市消防局有一台公务车，昨经过高速公路满道路段，挡风玻璃去互头前货车落来的物件去弄破。这台大货车因为无甲车顶的物件好好固定上济是当罚款18000块。台南市消防局的公务车10时驶伫咧中山高满道路段的时阵，头前一只连结车原本驶伫咧外线，要切入来中央的车道，向一块铁仔落落来，直接插伫咧消防局公务车的闸风玻璃顶悬，互车顶的消防队员是拢错一条。那我就发现它的后车斗一个东西就飞出来，那反应的时间也不到1秒钟，那就直接撞击到我们的挡风玻璃，有吓到啦，但是我们还是很冷静的，毕竟先看一下有没有人员受伤。各地警察表示，头前这只连结车自外线要切到中央的车道，固定车顶 H 型钢铁的零件煞向落去，敢若搁互链仔交掉了后，高速喷向后壁，才会造成这件意外。因为连结车的驾驶已经违反着车顶的物件应该卡抹好、保护好的规定。警方嘛已经甲伊开红单，会当罚3000至18000块。双方9侧值均为0，无人受伤。本案后续由本分队处理，针对黑车之违规行为告发。好加在这个零件是插伫咧闸风玻璃较下面的所在，嘛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警方呼吁民众驶车上路的时阵，应该甲车顶的物件看护好、保护好，避免危害到家己甲其他的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寡民众因为网络顶头的广告去买到非法可比的册，想要退货阁找无店家只好去找正版册。出版社要求赔偿，出版社嘛是真困扰今仔就立委出面要求政府的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嘛应该保障出版社的智慧财产权。拒绝盗版书，捍卫制裁权，捍卫制裁权。几名民进党立委甲出版社代表举行记者会，因为这几年来，真侪民众伫电子商务平台，也是只是咧网络广告来买册，不过收到这册了，发现讲是仿的，像讲这本正版的册现几了，受一个彩色页印着出版社的名，不过仿的是无。另外仿的册这印刷的品质像讲是影印的，彩色度嘛变做是黑白，真侪受害民众是向出版社来要求协助，不过这业者本身版权嘛受到损害，嘛是受害者呢，实在讲是真无奈。客诉虾皮是最多的，然后是我们跟虾皮抗议，他就叫那个店家把那本书下架，他也没有把那个家店家下架，因为其他的他卖的东西，还有我们出版社的东西，我们合理怀疑那也是盗版，可是因为他说你没有举证，曾经到了法院去提告，结果最后呢，地方法院只给我们了一个呢叫做通缉信函，也就是说经过他们的查证，此人呢是中国大陆的身份。而等到他入台以后，他才有办法处理。台北市出版商业动业工会讲过来有100多间的出版社拢拄到安尼状况，不过几届向政府来要求协助，拢无得到回应。大部分的盗版书都是来自于境外，读者订购之后是从大陆进来的，那所以这一块可能在海关所谓的关务署的部分，有没有可能阻隔在境外？坦白讲，今天我们在这里3位立法委员，就是希望能够联合起来呼吁。不只是消费者要拒买盗版，我们的行政机关、我们的消保处也应该站出来，有更多的作为。立委嘛要求智慧财产局还有电子商务平台应该做伙建立一个机制来抓这仿的册。另外，消费者保护处嘛应该增加公告这电子商务平台消费争议的状况。记者张志勇、张志佳台北报道。目前的用的假是以一个月来请假早起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这嘛应该爱放零，互父母会当以减轻来请假。即卖时代，真侪家庭拢是翁仔某2个人拢有咧食头路的。若爱带囡仔，看兼顾工课，厝里无人照顾囡仔，其中一个人就爱请育婴假。不过劳动部109年的调查指出，有4成8请育婴假的人。伫育婴假到期了后，要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家己来甲工课辞掉。我们撇除上面的因为家庭因素而自愿离职者，
其实有14%跟13%的男性跟女性未回到原单位的原因是，他们期待从事工时较短或较弹性的工作。托育政策推行立名表示，真侪民众拢真期待会当比较随便的育婴假。稳准工时会当以全职、半工、1/4工或者是1/8工的工时来兼顾爱带囡仔的需求。也若请育婴假时间的单位，为即卖1个月改做是1点钟来算，这个算法嘛较符合实际的需求。也若公司嘛会当甲好的人才留调咧。不过有学者指出，台湾无像瑞典有单线工时银行的制度。学者讲，可能会当变通一个，互有带囡仔需求的劳工，会当有以身摆假的权利。一个一定时间以前，比如说2周前或1个月前，提出他未来2周或1个月的育婴假的预排表，让雇主不会因为这个育婴假变得太过零碎。若是民间团体提出以点钟为单位来请育婴假，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嘛表示，有委员伫初2的会前协商会议表示，期待育婴假会当更较有春秋，以1工或者是1点钟为单位来计算。所以会请劳动部来调查实际上的情形，甲劳工的需求，也有国际上的做法，综合来分析检讨甲修正相关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啊，迄落结束了后，学校恢复上课，也毋过有病医就发现讲，开学了后，学生啊近视去找医生的情形是变甲真严重哦。这嘛有可能是因为疫情停课，佮加上迄落大家拢爱看电脑、看手机啊有关系。囡仔配合老师来检查视力，休热结束，学生拄开学这段时间，拢爱来进行身体检查。病院就有发现，因为近视的问题，最近来病院的人有较侪。COVID整个疫情之下，会造成说，我们的户外活动相对于减少，小朋友长时间在家里做一个室内的远距教学，这2个重大的因素造成说，我们发现这1年来近视的比例确实明显的增加。有学校表示，目前伫学生的视力检查当中，确实有囡仔近视度数有增加，因为这个停课休热期间，3C 产品使用过量有关系。学校嘛开始安排互囡仔目睭休困的活动。我们就会做早自修的一个活动时间，那做分流。我们1、2、3年级他就做健康操，然后4到6年级他们就会去我们的田径场，然后各班带着去健走。家己中间病院表示，家长应该要注意囡仔视力检查的结果，若是发现有问题，一定要找医生来了解，而且嘛要有使用3C 产品的好习惯，才袂互囡仔近视问题愈来愈严重。记者梁伟霆家己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云林县大鼻乡有5个庄头哦，因为毋是灌溉的农区，所以这附近的田拢无水通饮田，只好抽地下水。最近哦，县政府向中央争取要设扣水池甲相关的设施，大约是会当来提供600公顷的田地用水。云林大鼻乡的水池建造面积是全台湾所有乡镇市排第1，不过乡内包括兴安、宜兰、连米、北镇和西镇各共5个庄头，大约600公顷的田地，因为属于大排水沟的尾段，较早无列作饮田区，当年只会当靠抽地下水来建造。如果为水质开始改善的时阵，你要看对恁庄整个的收益。咱嘛希望讲有这个水质了后，希望讲恁后日较推出一个讲要整合一个好整合一个讲一个副产品出来。云林县府表示，为了解决当地农民种植用水的问题，当规划设欠水池、上水设施，含扩大目前的饮田系统。中央补助规划经费500万块，希望未来通扣北港溪水来饮田。我们会从北港溪引水上来，另外它也属于地势比较低洼，除了引水之外，我们可能也会考虑一些蓄水滞洪的一个功能，然后加上就是灌溉水路，甚至就是灌溉区的一个调配引水，这个都在我们规划方案。云林县水利处表示，大鼻乡这个庄头因为无水源通用，多数是用抽地下水的方式，假使未来通扣水饮田，就会当改善地层下陷的问题。县府也配合农委会所推动的净零排碳政策，争取经费来改善当地抽地下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部分的农民哦，拢是伫固定的时间大范围种同一种的作物。云林的岛南有一个少年的农民，伊就拍破这款的做法哦，伊用分配小范围来种植，嘛有伊的一套道理哦，咱做伙来了解。做田人是看天食饭，上惊天气反常。若雄雄做一个风台，规年的心血拢去了了。
岛南有一个回乡的青年吴柏良，伊注意到农民会大量大面积去种植的这款状况，伊想出一步来降低风险，就是分批去种，大概种较少，就通减少损失。都快收成的瓜，可能在1个礼拜就要收成的这么大颗的，就是大颗的瓜，可能就是一次的那种不对的时候，就全部就没了。我们就会变成说，缩减我们的种植量，跟分批次种植，不要一次1分、2分大面积的去种。有诶，毋是迄个季节大出的水果，就用温室来栽培。另外，除了分散风险的做法，乌柏良也引进无同款的品种。然后上面就直接灯，就是把它摘心摘掉，让养分全部集中在这一颗果实上面。我们就只有照顾它。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说要让1年只有种1季的瓜，所以我会种不同的，有白色的跟绿色的，让客人比较有新鲜感。这样。万事起头有较困难，毋过头过心着过。乌柏良虽然拢无做田的经验，毋过伊下心情去研究出一套种植的方式，嘛拼出家己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嘉东高龙哦，之前伫全国的比赛拢有袂歹的成绩。之前哦，因为疫情，学校有利用线顶上课，也毋过哦，一寡实在的课程，学校会分流予学生来上课。海洋的世界七彩多元，用主题共生2.0来讲保育海洋的重要性，用糖爱作品，互嘉东高龙的全国比赛当中得到相当好的成绩。我是在1年前才接触到拉糖这个部分，就是去年我比过1次赛，然后蛮惨的，所以就今年发誓要再比1次赛这样。对，然后这次的主题是自然生态。就是我喜欢海洋，所以我想到就是小丑鱼这样，然后我也蛮喜欢它跟海葵相处的模式，就是它们是属于共生的状态，所以才会衍生出我这次的主题共生2.0。学校讲鼓励学生参加比赛，希望透过学生甲老师的传承，1年前参加比赛的罗清慧家己练习得到好的成绩。这是在南区的技能竞赛。在拉糖的项目呢，拿到了这个第3名，也即将要代表南区去参加全国赛。因为学生进来，尽管他的一个基本学科能力不是很好，但是呢，老师们在他们的一个适性发展的发掘上，找对的方向，让学生呢，他们在自己所选择的职科里面。找到发挥的机会。希望自己可以再加油一点。我有想要成为国手，所以还在努力当中。行行出状元，希望未来是一个国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关电农会家政班哦，最近拢在做往来所甲2人所。农会是表示讲，这个月饼会送予防疫人员哦，甲弱势团体，互因会当有过节的气氛。台南关电区农会家政班今年配合农委会绿色照顾推动示范计划，加上疫情等好，邀请家政志工到店来做月饼。今年因为我们有拿了绿色照顾计划，所以我想请我们这些志工，然后利用志工培训的时间，然后做蛋黄酥，还有做凤梨酥，然后要送给弱势团体。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前线的工作人员们。关电农会表示，这摆绿色照顾计划是希望守护老大人，透过志工的培训、手作的课程等等，互长辈行出户外学新的物件，也会当和其他的老大人互相联络感情。我们绿色照顾计划，我们的内容就是协助农村高龄走出户外。然后学习做点心里面得到一些快乐，然后出来认识一些朋友。这摆做的往来所有2人所，是用米果粉在地往来有2人。这寡做好的月饼会分散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有社会团体，互长辈感受到送礼的快乐，嘛互收到礼物的机构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记者综合报道。把创作安平对乡曲顶挂起的古迹，台南为着要纪念这个作曲家，有设一间古迹音乐图书馆哦。最近嘛，正做疫苗的注射站。这个图书馆哦，较特别的是有提供借乐器的服务，嘛接受民众观乐器，咱做伙来看卖。
有当地啊想要学乐器，煞惊去学了后无兴趣，乐器买来也是拍算。观众朋友免丢赌啊！来台南的科技音乐图书馆一抓，曼多林、瓦尤林一大堆乐器，互你选，就当去算看卖呀，就知影敢有兴趣。图书馆可以借书，那我们是一个音乐性主题的图书馆，所以我们提供乐器借用。那像我们在想要就是让服务更生活化，所以我们提供像是有吉他、乌克丽丽等比较一些基础的乐器，让可以先有一个学习的契机，然后就是你真的学了有兴趣之后，再买一个属于自己的乐器。嘛有真侪民众学乐器了后，后来较少演奏，这寡乐器唔用嘛是真可惜。所以科技音乐图书馆也有咧收中古的乐器，欢迎民众把用袂到的乐器捐出来，好甲声会当流传落去。家里如果有学过乐器，后来没有再学，那你要丢掉乐器，其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有收民众如果有想要捐赠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让就是学习乐器的这个心可以传承下去。科技音乐图书馆原地是游乐场，嘛是大型的表演场地，内底有写出乐声呐响、安平对唱曲的台语流行音乐家口罩先生的纪念展览，也收藏较侪音乐类的册，而且也是有表演甲练习的空间，通借去用。即马连乐器拢会使借转去厝里，互音乐随时陪伴你。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北欧的冰岛，有一个世界上上大的利用化碳转换的工厂，叫做 CCS， 伊会当甲利用化碳变做石头，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装伫半空中的抽风机、随风密闭等，才是冰岛世界上大碳捕猎甲封存工厂。简单叫做 CCS 工厂的建设地，随着工程要进入尾声，有计15度的路程。一旦启用，就会当将空气中掠到的二氧化碳转变做石头，减少碳排放量。The technology we are using today is CarbFix. So this is diluting the CO2 into water, which is then pumped down the earth. The advantage of this is that it mineralizes really fast. 为了掠二氧化碳，工厂设抽风机甲离净器，空气内的二氧化碳会吸附伫其中的离净材质上。但浸满二氧化碳会将温度提悬80至100度，就会当转做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搁甲水淋做火，调配成类似苏打水的状态，拍入涂骹底，现母干层，将碳结成碳酸盐矿物，就袂为涂骹底搁变成气体走出来。所有的电力就以当地有名的地热发电。有计这种方式，当年会当转换4000吨的二氧化碳，相当790台汽车的一年碳排放量。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